保良局一直都提供優質嘅服務，但係絕對唔係一個人可以做得到，而係靠每一位同工、善長、董事同埋前言，同埋所有嘅義工貢獻愛心而得出嚟嘅成果。喺呢度咧，我想用口號講多一次我嘅總結，就係保良局 Well done。呢一個 Well done 咧，唔止係保良局團隊嘅讚賞，亦都係在座每一位對我哋嘅信任同埋支持，所以好感恩有你哋嘅支持同埋鼓勵。嚟緊咧就會踏入148週年啦，咁我深信喺新一屆譚玉晶博士主席嘅帶領之下，保良局必定會繼續 Well done。如謹以至誠，為本局服務，切實履行董事會權責，遵守規章，久如此志，今受處分，謹誓。新嘅董事局裏邊呢，今年有更多男將呢係加入，大家都可以咧帶領新一屆嘅董事局咧，係為我哋香港嘅善業再創輝煌，為更多有需要嘅人士咧係提供服務，尤其是咧希望能夠配合特區政府嘅施政，一齊咧係為市民服務嘅。喺度咧，祝願新一屆嘅董事會工作順利，保良嘅善業蒸蒸日上，祝大家家和萬事興，多謝大家。我就今年呢個主題呢，就係用匯聚星光閃耀人生，保良局 Shine On， 希望聚焦一個重點，就係匯聚各界嘅善心，以行動去做善事，帶嚟更持續嘅力量、更大嘅協同效益，攜手祝福身邊嘅人，無論係名人、企業、任何界別嘅善長，甚至服務受眾、學生，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星光，唔止令自己閃耀，同時亦都可以照亮其他人，一齊 Shine On。